士尼升級款待嘅時間，會有我哋17同埋米奇為你送上奇妙時刻。我哋今集嘅嘉賓咧係 Anita 同埋 Kenny。我 VIP 嘅我爹哋媽咪啦，希望可以俾得到升級嘅款待佢哋。恭喜晒！你哋已經成為咗我哋嘅升級貴賓，可以得到迪士尼樂園嘅升級款待啦！我今日真係好開心，好感動，多謝迪士尼對我哋今日嘅升級款待，令到我爹哋同埋媽咪佢哋既驚喜又難忘。你嘅 VIP 係邊個咧？你哋快啲嚟俾個驚喜你哋嘅 VIP 咧！下次迪士尼升級款待時間再見啦，拜拜！